哦，恭喜恭喜！阿明的老林小姐哈，体育大好咧，总算哈，做得哈，伫台北有素材好吃，有一只自家嘅屋，签字嘅屋嘅好吃啊哈，哦搬到台北来哈，对南埔搬上来，人讲嘅北漂青年哈，色彩无按改。啲家下嘅劇情地位都有講到，大家哈要記得咯，出題啊，你片看清楚了契約嘅條款哈，所有嘅條文看到哦，然後佢看到有以外，韓國所有嘅票房嘅契約全部係一式2分，屋主有1分，哦，房客咪有1分，各留1分咯嗬。一下來聽下來學一下，家下啲短劇地度有哪條嘅合法去學習咯。第一個，收拾鑰匙，我記得帶鑰匙，要記得帶鑰匙，要記得帶鑰匙，要記得帶鑰匙，搬，根本嘢就愛搬落來，係冇？根本嘢就愛搬落來，係冇？你今天就要搬進來，是嗎？你今天就要搬進來，是嗎？報復嘅行李，我嘅報復嘅摩托，我的行李不多，咋嘅？傘，我記得帶咋嘅，要記得帶傘，我背落雨了，我記得帶咋嘅。好，根本嘅詞彙老記嘅重新嗬，教本大家了，大家有唔記得冇？哦，做清按到嘅機器，哦，立插，哦，複插，一下記下，一下又按呢，哦，色彩當然冇要緊，聽中古4種，可唔可以帶定大家過來複習一擺，到底去漂泊嘅睇下，有哪條合法嘅機器可能會用到？